我们吃的东西因来因唔顺，因来因唔天然，又不是谈讲有无性食品，会大家路强拍拍的哟，各种生物嘅路唔安心咩。同样龙潭公园村的居民都有一张眼镜，希望团自家嘅家乡打造做有机村，亦能团种多嘅有机菜园主人。學有機農業嘅新觀念，按部頭也去上課，增加相關知識，學做有機豆腐，仲可以對自家多多嘅來做，一步一步向有機村嘅夢想前進。希望本下一代韓國康強無污染嘅生活環境。你路入一集氣，中文嘅集氣咯，幾體會合，將你按出不重嘅嘛，有嘛？入邊按你鹽多，出不重嘅。連啱嘅龍潭鄉公園村嘅村民陳仲妹來到自家嘅菜園摘菜，因為都種嘅各種嘅長菜，仲可以攞起自家愛食咧，也因為安尼差唔多都冇噴農藥。嘅菜嘅皮，我用少嘅用嘅肥嗬，叫嘅幾時就按到堆肥，我就按冰，冰嚟喺唔拉皮，就淋嘅透骨水、豆餅點啊，浸水，用稀釋安尼嚟去淋。我採菜的嫩的採起來，老的才不要它。貴人嘅野風菜上到貴醬。車種條件同嫩嘅一筆來炸，每一下尾炸嘅菜如老闆按部也做來食咧。大部分冇卡線，還有我兄弟姊妹啦，將來哈，就會一曬拿掉，我先唔起是半條幾條啊。喺公園村從陳仲妹車種條件安尼，由自家菜園嘅村民遷到，韓國總頭度就有3間有機農場。嗰所公園村嘅村民有見眼見，希望屯家鄉變做一個有機村。你看呢，利用以前老祖先啦，佢嘅生產嘅方式呢，來回歸到以前傳統嘅呢個方式，來保護呢個環境。那尤其呢，呢個社區裏邊都來經驗咧做到，大家也真有興趣，也真協力，真同心。所以呢，我哋經驗開始呢，我就來來收拾。對位嘅有興趣啊，對了社區，對了環境，如果心愛付出嘅人，後嚟就志工呢，我哋就結合來商量啊有機的課程，上上用來打造了有機村。因為村長按有信心要推廣推廣了有機村是講今年人偏通按多嘛是盡量冇是按多農藥嘛是想講大家為了健康是大家來向下來共同來發展那樣。酸性土壤它的缺點很多，第一個肥料有效性比較低剛才有講到，第二個根系生長會受阻。推動有機村嘅夢想唔係用嘴講嘅，我落實來做之前，上課加強有機農業嘅知識，韓國係少唔得嘅。今日按部兩段機，古村民行係個知識，過來上難肉改良嘅課程。今天最主要是跟學員來解說我們怎麼樣去營造一個最健康的土壤，那不用額外添加很多的化學肥料。那就可以讓整個土壤它本身健康。那我們添加的那些有機質肥料去做土壤的改良，那讓土壤能夠有更充足的地力。理論課程之外，總頭也期盼有機豆腐製作安利嘅實作課程，教村民自家做有機豆腐，用有機黃豆做康健又好食嘅豆腐，唔是少食到冇良心嘅東西。天時打開來看按到嘅大嘅災難。
按照嘛个说唔得咧，说了如样板型，如中头如样板型，一播就会天时打开了就会嘛个都说唔得。故说呢，我就真的考虑来的啥去，应该要行到了有机的路线养草。要接在一起吗？间隔距离要抓好。今日下晝，龍潭鄉公園村的蘇婆伯妹來到有機農場實習，了解空間磨土嘅新概念。因為安尼就無噴農藥啊，無噴農藥主要用到嘅天然的物理防治方法去做啦。農場主人該採訪嘅同村民分享有機工作安樣嘅福祉出開。有方梯嘅機過來就揾兩岸差唔多2米嘅地方一機啦，安尼就做得。就連做有機皮嘅方式，農場主人也唔恐怖。將一袋後，主要我就採人錢出來，又冇嘅韓國嘅托出來啊，多啲地方差唔多變2個月其實會變。打安尼看嘅後背嘅就變肥嘅。屯七家嘅家鄉打造變做無農藥、無污染嘅有機村，3間有機農場嘅主人如果樂意來聽書，分享有機工作嘅經驗。那我們本身就有一個很好的教育題材，俺都冇問題啦，俺都將鄉親安尼公園村咧有乜嘅問題，俺都做嚟帶佢來觀摩，帶佢哋來做。有問題隨時來請教我哋咪會很細心的去教，很謙卑的去教他們，一定冇問題啦，技術資源都沒有問題啦。為到自家屯6間人的空間，請到村民如開始天天的減少化學肥料、農藥嘅使用量，甚至盡量唔用。真好啊！大家有機村真好啊！大家種下人吼。就加減做啊，加減種，安尼真歡喜啊！唔會按到農藥啊。我哋冇非化學品啊，都就專門浸個脆入嘅水，那是算有機的嘛，哈！浸脆入水啊，菜葉的那個去泡水啊，就是澆那個，就淋鹽啊，你啦。以前我們就是用安全用藥，今天既然要做有機村了哈，是想看這個用苗減能機哈，也可以防止一些病蟲害啦。發展有機村唔係一下為路做嘅到，村長王玉琴按上用4年嘅時間，幫村民建立正確嘅有機觀念，也幫地圖天天嘅轉變。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好70%嘅農民嘅個工作嘅方式就有機嘅，然後呢，佢種出來嘅菜，我希望個。下一擺我哋就有個能力，來上一個合作社、農夫市集了的，我哋來協助來做行銷。因為吼，佢種出來嘅有機啊，你要如本地吼，社會出去，哦，你啊，佢樣會要有興趣做。拆開來，佢一黃色嘅部分就係鹽啊。專門鹽蟲嘅啦，掉把落去減咧，係做到的。公園村民大家鄉下對細嘅蔬菜開始做，天天嘅屯家鄉打造變做一個空間、強力無污染嘅有機村，我本下一代韓國好嘅生活環境。也都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廿多年來，台灣咪開始實行工作假期，不用了嘅時節參加義務勞動嘅志工社團，有了到又有無共用嘅學習團體驗。下個禮拜六向下嚟看屏東灣滿5.9歲嘅工作假期。感謝大家嘅收看，我哋再會。